彰化縣福興鄉透早有漁民佇咧蚵仔田附近發現一隻看衰的海龜，是趕緊通報。不過漁民嘛發現講，這海龜的殼頂懸有倒追蹤器，甚至閣是寫簡體字，驚講這是中國滲透的手段。專家是表示講，這追蹤器主要是用來研究生態的，唔免傷煩惱。體型真大隻海龜31透早方發現，靠大佇彰化福興的蚵仔田附近，漁民驚伊脫水有生命危險，趕緊將伊帶轉去泉水，予伊保持身體淡濕。海龜看起來真稀少，不過生命現象穩定。民眾發現龜殼頂也裝有追蹤器，寫簡體字。民眾攏在議論，煩惱是對岸的發報器可能有國安的記錄。大陸來咧滲透啊喂！啊，你參迄個時光相機啊，愛用咱台灣的大陸話講袂用哩啦。哦，真有可能啊。村民講，伊毋是專業的，毋知影要安怎幫忙這隻海龜，所以上班單位趕緊替海龜檢傷，佮進行後手的處理。海洋保育署巡查員到調查看，發現這隻海龜的品種是綠海龜，雖然體型大，也毋過也是亞型體。魚線長大概在85左右就算成龜，然後剛剛量是83嘛，所以還沒有長大，還不算是成龜。海保署巡查員表示，龜殼頂的追蹤器天線已經斷去，研判已經失去功能。這個追蹤器主要是觀察生態用途。生物老師指出，目前真儕國家攏有佇海洋生物上裝追蹤器，上主要還是想要了解生態、找食的模式、甲巡遊環境等狀況。如果要做這些偵訪的狀況，我覺得海龜速度太慢了。如果以空拍機那種方式，可能還比較直覺一點，所以我覺得以這個方向的思考，應該可以不用這樣想，因為以目前我們大概可以查到的資料，大部分都是以了解他們的生態環境為主。生物老師指出，這隻海龜下尾行可能是受到海流的影響，所以受傷不是伊平常巡遊的範圍，用來偵防的機會不大。目前已經由海保署接手，後手評估健康狀況了後，再來野放。記者綜合報道。